人講好天就愛祝福來牛，為着避免秋冬的流感，也閣這新冠疫情，疾管署宣布今年呢，倒並是注流感疫苗，正並注新冠疫苗，對10月初一開始注。今年會分做2階段。那今年流感疫苗採購量頭一屆超過700萬筒，其中也包含20萬筒的免疫加強型的疫苗，但先要予中照也閣安養機構的老大人使用。診所等要看病，區域是一大堆病人，因為國內新冠疫情即馬同款是佇高原期，流感嘛要來到流行期啊。根據疾管署的監測，頂禮拜流感新增加64例併發重症和15例死亡，新冠疫情是增加59例重症和19例死亡。單週還是有25000人左右，那重症死亡的人數19個人，單週的話算是新高的。新冠的高原期，我們預估的話，至少還會在1-2個禮拜以上。因為後禮拜各級的學校都要開學啊，學校內面人際交流真濟，可會增加呼吸道病傳播的風險。疾管署宣布，今年公費的流感和新冠疫苗會對10月初一開始分2階段開始注。第一階段除了本地公費的對象，閣新增加公衛師、托嬰中心的督工和行政人員等等。11月初二開始第2階段，開放50歲到64歲無高風險慢性病大人來注，而且為着要鼓勵國人貫徹預防保健，注疫苗會結合10月上路的健康幣，只要注疫苗就當賺健康幣，換健康禮。打這個公費或自費的流感、新冠還有肺炎的疫苗呢，都會自動賺到健康幣，後面就可以到合作的通路去兌換這個健康好禮。疾管署強調，今年公費3價流感疫苗，攏總採購705萬150劑，是創歷史新高。內面是包括第一擺採購的免疫加強型疫苗20萬劑，會大先提供予長照中心和安養機構65歲以上的老大人公費來注。另外，新冠疫苗嘛會全面升級做新世代的疫苗，疫苗都會改做 XFG， 攏總採購240萬劑，包括莫德納220萬劑和 Novavax 20萬劑，提供民眾會當注無共制定的疫苗。記者綜合報道。